受西南风影响，这几天南部天气较无稳定。伫咧南部的量徛，台南量徛24小时累积雨量是超过200毫米，就有车路的山壁放弃，影响交通。也那台南的善华光华路水是淹到骹目遮尔啊悬，佮淹到人家厝内底。伫咧外地也因为水道水管破去，主体甲田拢淹去。关门关道八角公树的挡土壁大面积崩落，或者高雄内门往台南良家的123道路路甲南通一边。我们赶快通报我们公务局第3公务大队赶快派出厂商进行一个抢通抢险的作业由连日来大水雨加早起大雨影响，两家区24小时累积雨量超过200毫米，123.29公里遮的边坡挡土壁拢崩落。港务局调派厂商去抢修，抢渡路面并且稳定这个边坡。不过因为气候甲地势无稳定，短期内暂时无法完全来修复，会采取一个吊挂车道的方式，让车来通过。另外，伫新化区受徛街淹水，昨日暗时连续大雨，光华路水淹到骹目，排水沟确实无发挥作用。搁再淹入到透天厝1楼，积水有10公分。搬过来1年就淹，上次3次这里，这次1次这样子，就淹这第4次。虽然经过1年，积水已经退去啊，不过住户无奈讲，今年已经第4摆啊，伊阁无倒来申请救助，是非常困扰。另外，伫台南瓜田田拢雨水淹到看无这场黄啊，直到17早起，徛街头前积水也未退去。主要原因却是自来水管壁管水淹入厝内底。自来水爆管了之后，然后那个水一直淹过来这一边。7、8点的时候，水又更多，水很大又更多。我们这几户都是受灾户啊。昨日暗时，台南瓜田南181线三地厝一个巷仔，因为自来水管壁管唔拿，互巷仔淹水，水也流入徛街内底，连第一线路边也积水。事故原因是当地正伫进行专门净水厂、二厂代谢水管的工程，而且今年以加这个工程也捌发生壁管的情形，连续发生2摆，也有民众怀疑这时间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